112年全国语文竞赛客家语朗读文章高中学生组先强编号5号7分升6音贴拍嘅水煎包郑俊兰研作水煎包一种传统点心万奈嘅都看得到台湾嘅水煎包大体是包玻璃菜嘅唔过当好运我哋學校食過一種特別嘅水煎包下晝3點過後日頭轉陽天時較涼咧下課同學會抽定去打籃球上海會看到一個白咕咕嘅外省老阿伯企到這個佢認定一隻男嘅當槍驚人地樣嘅巴數一隻無法度講嘅秘密佢出現嘅時節總係看東看西等我哋行前去將細心細意掩蓋夢到南美東北嘅部位係一籃將希望無結構含小碌碌嘅水煎包我哋當地嘅轉骨做親像飯團一樣嘅到下晝做秋搖到都市變擺弄咧特沙歡喜樂天留錢上漲愛買嘅無帶錢又想愛食嘅人愛養個啥漲好喏佢哋會講要不然你先講我一般我愛講好冇六下班本上貼到最嘅水煎包就本人拿睇2-3層水煎包下背貼裝置我哋連寫書都難記數字頭托定開在就升落去當槍唔會弄人樣嘅見好見講好食水煎包又較長老阿伯親自到幾件泡泡嘅先鎖過奶油幾個水煎包係正宗上海蘇州嘅江南口味豬肉做嘅料嘅參定芥蘭蔥嘅香油鹽一條配料係講nhà嘅最辣錢還食得出有味道綿綿嘅薑嘛唔敢食辣嘅同學也吃到好食我哋見識見到隔壁球場嘅人約束老實到純半隻嘅水煎包拿到個他們記得愛買就愛趕緊機會難得嗰天夜晚下一晚唔知愛等到哪時結果記得做進本好食嘅水煎包想過來連平常較有規矩嘅細妹嘅未抽身就定過來老阿伯嘅嘴角慢慢嘅有一些嘅笑唔過一層逼嘅聲就像風刺意老爺從將開始鬧熱嘅聲力打到朗山高中部嘅高官呢行過來咧基本上就面白白一下行較像牛頭馬面睇自家就到米些事我先老阿伯未老男嘅看起來點點行講出對那特別出現就對那特別唔見提起但將水煎包嘅秘史還留到捱到嘅再講